宜蘭梧桐鄉的總理孫將對麻豆問題，因為去年風災甲今年春季的嚴重大旱，已經連兩季開花狀況無好，目前開花率無到30%，已經衝擊中秋的產量，所以積極要求農政單位盡速啟動補助。不過，不但減產，酸葉的產量則是明顯增加。如果7月大出，將增加3成以上。對此，議員嘛建請市長摒外銷，針對冷鏈物流等問題提早應應。即嘛，這就是今年的酸葉啦。對。那今年的酸葉可能就愛，互市長較無用的，那像反應還算不錯啦吼。大部分啦。啊，這個早回啊，酸葉開的吼。這生料無夠，嘛是農民嘛受苦。生料上濟，好誒嘛有好誒嘛有歹誒啦。哦，生料上濟嘛艱苦啦。啊，生料無像舊年誒迄個或者結果誒比率無濟嘛受苦啦。是大出嘛受苦，啊無受風颱影響。一邊就較好，一邊就較無遐好啊！你看無？吼，這邊誒就較無遐好，酸葉好，無全面好啦。話嘛無好啦，你知影無？哦，這相對的共款啦。所以我咧講吼，希望講吼，如果啊再好誒吼，我們市長就有機會，你再幫農民推銷一下，因為你頭到所有的縣市長，你算上厲害啦，推銷農產品你算上厲害，啊嘛上骨力上勤啊，這眾所周知的啦。另外，針對高齡長輩換照的新制，對5月1號開始實施。不過，議員表示，真濟偏鄉的長輩對着駕照要安怎換照條件如何，並不清楚，所以要求市府交通局配合中央公路局的規劃，主動到偏鄉直接辦理換照，來提供便民服務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林英光採訪報道。